讲客在第7天来完成恁的心愿，互恁了无危险，心愿就啉汤去转世。请问两位贵客需要什么款的服务？万千凡是一个标准的商人，他其实也不是坏人，只是说。在一个这种功利的社会里面，他必须得要把利字当头。我已经讲啊真清楚啊，气有心，免搁讲啊。你根本都无了解我，你就会当判断我是什么款的人？当然啦、当他来到冥界的孟婆客栈以后，才发现原来人呐、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名跟利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是使人很感动的。头家，我求你莫去无命好不好？他本来想要改变这个地方，到戏的最后，他慢慢的被这里改变了。客栈就像是一家人，再困难都有可能往前走，这个是他始终没有想到的。那当然，他来到冥界，除了学习到咒人的风险，过再来就是。他可以在冥界重享天伦之乐，虽然并不圆满。他们不快乐，只有你快乐啊！阿母，我摕还醉到你老婆跑掉，你都不知道。一开始是伊甲因老母拢无原谅我，然后我就逐工用烧酒麻醉家己，但一方面佫希望讲在喝孟婆汤之前。能得到他们母子的原谅。人生总也是有遗憾，恁爱会记得，千万唔通甲我同款，做出后悔一世人的代志。在拍跟爸爸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我觉得百感交集，因为我爸爸要走之前，我跟他的对话最后一句话也是这2个字“阿爸”。所以其实，在录那一场戏的时候，看到南哥，然后我整个脑袋回想到的大概都是我父亲。他们一直问说我到底会想怎么演，我说我其实没有想要怎么演，我大概就只是会真实的恢复那种身为子女。当想要跟爸爸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说不出口的爱，那个应该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阿母，多谢你这世人为我所做的一切。这部戏让我感受到，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就好好把想完成的事情完成，然后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就要潇洒的全部放掉、放手，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万千凡来到孟婆客栈，其实是学习改变他的人生观。当他可以彻底改变以后，这个其实是钱换不来的。那戏上档以后呢，其实就算是播完，它也不算是结束，应该是另外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就会衷心期待孟婆客栈可以有机会可以继续跟各位好朋友见面，对。